老师麻烦一下。哦，这条皮卡，哦，皮卡。哦，这叫人老爹的哦，伊出名就是咖啡，两碗咖啡。哦，这个食过的哦，这是全国最漂亮的再造啊，后期再造的话，啊，你准备了为什么厉害？啊，为什么？然后就概念哦，把它给小路的给给封起来，哦，再重要的，哦，大家会当给他花钱，哦。他们在2015年度魅力四特组合，魅力无限大活泼的舞姿表演结合了传统庙会、艺术和现代流行舞蹈风格，最能带动现场的气氛，更能展现出潮南社区孕育般的活力以及团队的精神。然后一首观起来他们潮南社区孕育般的活力，就是你的表演。各位幕后的就咱我们就安光老师，王慧芬老师所编的所编的自己编的。你要光来，好知道来了牛呀，好知道来牛呀。
老李回啊。还目前呢，洪忠老师连虚拟社区大学以及面积国小，还有立功国小担任这个律动老师啊，律动老师。